今期流行追命林琴，他是迷人，或是好啦，夠啦。你 OK 嘅喎，好啦，因為做我聽啦。男朋友，今日我飆晒眼淚，哎呀變態！你好彩你冇唱男朋友啫，你知唔知我想跳咩啊？跳咩？跳咩？大家會睇得好開心。你想跳咩？我會喺後面摸你嘅。好做冇做呢件事。好啦，我開始翻啦。唔知大家有冇 delay 啊？有排唱啊，唱多首先啦。第二集喎，而家係。第4集啊。係第4集，你啱啊！你啱啊，好清楚係第4集。誰告訴進走到指定天地號令？天命，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亂局亦一樣認定，在篡改劇情。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祖，佢哋仲叫你唱金曲流行啊！你來營造，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。其實個合唱版呢，個 chorus 我哋女仔都有唱嘅，不過因為好低音啊，所以我哋低咗8度唱，聽唔到我哋唱。好，第4集正式開始。